时候觉得我们自认为素质很好，就是从各方各面，不管训练的时间，然后我们会跳舞会唱歌。你说漂亮吗？我觉得我们都还蛮漂亮的，而且排舞还自己排，然后我们觉得舞台我们就掌控的很好什么的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，我们这女团出去不得了不得了，一定要红，就是觉得自己肯定可以。就出去成绩就那样，就没有很好。然后不是说第一间公司先把我们裁掉了嘛，然后到第二间公司的时候呢，因为那老板比较愿意投注资金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争取到发实体专辑，然后那时候的配置就比较好，比方从造型开始到拍 MV 等等的配置就很好。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不得了不得了，你看机会来了，我们这群已经蓄势待发已久的女孩们一定可以在这边一战成名的，就也还好，就也还好。然后后来就不是解散，我又去上海比赛了嘛。然后那时候觉得哇，我拿第13名哎，就是因为你到前20的时候开始是电视有转播的，所以其实那时候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在大舞台上看到我。我觉得那个曝光度跟那个气势是不一样的，就不再像以前，就是可能我海选的时候只是网络可以看到片段，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不得了不得了，一定工作满档这样，就也还好。我在低潮当中就写了歌，然后中间有去演音乐剧。我那时候没有想说自己演音乐剧可以多么成功，但是我觉得，我演了这个至少一个还不错的 IP， 我应该可以后面有一些不错的机会。也没有。也没有，然后后来就开始写歌嘛，写歌发片之后，歌红了，人家也不知道我是谁，就一直到现在。所以我上次在跟他聊天，雅婷他说，要是我是你，早就忧郁症了。但是我可能因为从小就一直有陆续这些，一度觉得自己好像快可以了，但是好像就结果又没有了。反复很多次，所以反而心脏练得很大颗。所以我现在都认为说，如果有的话，感谢上天；没有的话，没关系，正常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梦想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。OK， 我们在努力。所以反而把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。梦想，如果我在25岁的时候，我说我就好了，就红了。我可能会有很多毛病跑出来啊，会不会我就不惜福啦？会不会我就开始懒惰啦？会不会？所以可能老天爷不想要让我这么好，这么早就有很好的成绩，就是需要我多磨练这些东西。或许，所以我才跟我朋友讲，我是认命也不认命的人，就是我接受所有我努力过后的结果。比方成绩就是这样，就可能人家就是听得到歌，不知道我是谁，然后我认，就是我也接受，但我不认命是，那我就继续更努力的在做，我相信我可以翻转这个。